的圣诞礼物终于到了！娃娃 T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我已经差不多有2个多礼拜没有拍影片了，大家有没有很想我啊？我前一阵子呢一直在期末考试，所以一直都没有时间可以更新新的影片。但我现在考完试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拍新的影片了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干什么嘞？我今天要来开箱。我前几天呢在美国 Amazon 上面买的东西已经寄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开给大家看，这是我的圣诞节礼物哦。这个呢就是我在 Amazon 上面买的东西，还蛮大一个的。我还蛮喜欢在 Amazon 上面买东西的，因为它有时候卖的东西呢都比外面的东西还要便宜，也蛮划算的。像这个呢，我就是在 Amazon 上面看很久了，然后我就等它打折的时候赶快下单，赶快买。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了，现在来打开给大家看。东西就是这个木香谷。我想要木香谷很久了，就是前几天就是在 Amazon 上面看它打折了，从100多块变成60几块，我就赶快买了。那我现在来试玩这个木香果好了，我还从来没有玩过木香果，来试试看好了哦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来试试看玩这个木香果。这是我第一次玩木香果，我来试试看到底怎么样。来放个音乐吧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的新玩具木香谷。今天呢是我第一次玩这个木香谷，我以前也没有玩过，也没有学过，所以我今天就是按照自己的感觉啊来打出来的拍子。大家觉得我打得怎么样呢？一定很烂吧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我今天试玩了一下这个木香谷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好好练这个木香谷，以后练好了之后再演奏给大家听哦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呢你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，或者是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都可以按下面那个订阅来订阅我一下。另外呢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粉丝团呢跟 Instagram，Lisa 呢都会在里面更新一些我的日常生活啊，或者是一些频道信息。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 follow 一下哦。另外呢，这2边是 Lisa 其他的影片，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点进去看看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